这次外食的事件里面，我们是觉得未来想要订这个外送啊，可以有一个外食证的方式，然后请学校相信我们，就是多订这些外送，我们把它带回教室吃，我们一样能够做好分类，不会乱丢。也可以先做试营运啊，看我们会不会表现得太差。然后大家一定要意识到，学生权益这个东西，并不是我们学生会或者是议会自己在玩的那种++9游戏。就是今天学生权益这件事情是跟每一个学生都很有关系的。你可能觉得你现在还不会想要订外送，其实任何东西都是跟你很有相关的。那提案单这个东西，我们校内的提案单也不是只有学生议员可以写，就是当然你自己是一个普通的学生，你只是一个普通的同学，你也可以写这个提案单。我们就会有专门比较在学权议题上面有研究法规，有研究过去这样的事情我们怎么处理的人来帮忙你达到你想要的改变。